们视障协会主要对哪一些人在协助？优先是以中途导致视觉障碍的为优先，后天的排在第二。为什么中途导致？因为可能他原本在工作，30出头40岁，突然失明了，那家里的经济可能更是依靠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优先来辅导的那经过定向训练、心理咨商然后推按摩，那我们每年大概都会有3到4位到宜兰盲人重建去受按摩咨询，那大概基本上100%都可以取得丙级证照了那最后就还是回到职场。那这个是去年下半年我们才成立的庇护工厂。当然，这个庇护工厂成立，委员可能知道台北市有一个叫做台湾视障协会，我们的技术来源以及初期的资金都是他们支援的。那目前已经开发了120款皂，那初期技术转移给我们大概3款皂那目前我们大概有做草本皂、竹炭皂跟姜黄皂。那目前当然因为庇护工厂才刚开始所以在经营上的确是蛮辛苦的，因为政府的补助有限，产能目前我们一个月大概6000颗没有问题。多少人做1个月6000颗？6个人。6个人。对，一天大概每个人要打3锅皂1锅皂可以20颗，所以加起来一天可以做360颗。所以1个月6000都是由他们台湾视障协会收购。目前他们是保证可以帮我们收购60颗。我们以前的推法是这样，第一个是县政府或市政府带头采购，是，但优先采购部分有。对，所以我们有办市政府的采购比赛，是，然后前5名呢就是我们的颁奖，是市长颁奖。这个委员提的这个我有听说过。有没有做过？有。那台北市政府因为每年比赛，每月在市政会议报告，所以落后的局数都很担心会被点名，所以我们就公布前5名跟倒数5名。是。那最第1名是谁呢？就是警察局，警察同仁是特别帮忙。第2个是什么呢？就环保，就是大局数的采购量很多，所以我是觉得理事长如果有机会跟他们劳工处处长谈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先鼓励性质。如果政府能够像刚刚委员讲，带头来鼓励大家采购，甚至比他竞赛的话，的确会有带头的作用的带动的作用。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再跟劳工处再下来看看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可能台湾视障协会的辅助大概是3年他可能可以协助我们3年保障收购那未来可能就是这3年期间就是要自力更生了希望可以这个部分能够走出自己一条行销的道路